今仔这个负责去访视年保的社工去予警察铐手铐上班，引起真大争议。台大社工系教授就刊文讲，真相也未理清，就甲人铐手铐，这是严重损害到社工的专业。台北市社工工会嘛讲，社工离职的比例真高，恐惊影响到学生未来都唔敢过来做社工。有点心寒吧，或者也可能就想说，可能没有人可以帮我们，就是捍卫我们的权利之类的。为新闻报道看到已经出业的学子，予人铐手铐上班。台大社工系有学生感觉庆幸，伊讲当初是会选社工系，是因为有兴趣。即马伊可能爱重新想一个。转系是不会啊，但是未来可能会要当社工的话，再想一下。对，会担心，有一点。学生讲暂时未转系，不过根据台大统计，社工系1年要升2年的部分，111年有21个人申請轉系，是佔38.18%，核准11个人；112學年有15个人要申請轉出去，佔26.79%，是核准9个人。台北市社工工會就講，本地一直留伫社工界的人就無濟啊，就驚這個案件會影響到相關科系學生的意願。我们当然会担心社工界的招募，社工缺少了很多的支持，而且甚至就是指责社工，让我们社工界人心惶惶。台大社工系有几多位专任教授13暗时刊文讲，真相也未理清，社工就予人铐手铐，这已经对社工的专业造成伤害。社工常常需要处理真复杂的个案甲问题，真要靠家己的力量来解决，需要搁较侪量能。有愈侪人会当投入，才会当互第一线的社工伫咧职业的过程中免受到无好的对待。另外，东吴社工系也要举办分享会，请社工系的老师、学生甲校友做伙来分享感受甲想法，互相支持鼓励，看续落来佫会当做啥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